實嗰啲個效果都係有限嘅，因為成個就業問題根本喺一個外僱嘅政策係而家係實行點樣實行法，因為佢哋外僱佢哋嘅啲企業獲得呢啲同埋，所以令到成個除咗就業崗位嘅對成個整體就業崗位衝擊之外咧，係價格同埋勞動力上面價格衝擊，咁樣就令如果政府唔做一個突破而家咧，成個即使而家控制住咗個數字，但係呢啲而家階段性嘅情況嘅，最後都係會冇晒，最後都會打回原狀。關於第二個主題咧，就係嗰個人才引進嘅。人才引進而家其實好多每年都有成幾百個名額係通過人才引進獲得咗好嘅身份證啦。人才引進嘅話，其實佢嗰幾個範疇咧，其實好多本地嘅青年都好有興趣入行嘅。而家而家嘅人才引進計劃，佢個門檻其實相當低嘅。我舉個例子，可能佢一個2年工作經驗相關，跟住一個5科學生就可以申請呢個人才引進。咁其實呢符合呢個條件嘅本地人相當多本地青年，或者如果係要考慮下讓本地青年入呢個行業，會好過直接引進啲人才替代啦。因為其實2年嘅工作經驗，其實你同一個啱啱相關畢業生，其實你俾多少少資源同埋成為培養佢哋，其實已經係合乎條件啦。咁點解仲要大開呢個人才引進，幾百個？但係其實呢啲行業